商品重量體積及相關設定。稱重商品。設置稱重商品。按照其具體重量進行出售的商品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零售商品。揾要磅重出售嘅貨品。點擊右邊嘅檢視圖標。點擊頁籤一般。選擇此商品可以稱重出售，維繫。輸入貨品重量，通常設1公斤，賣嗰陣就會顯示 X 元1公斤，如果設2公斤就變 X 元2公斤，如此類推。點擊頁籤售價與屬性。選擇顯示售價，為是。輸入此商品的價格。照上面設定，件貨會以30蚊2公斤賣出。我哋可以將價錢重量比例寫喺商品規格度俾客參考。打印稱重標籤。打開 POS。點擊左上角3橫標誌。點擊設置。點擊模式。在應用模式中選擇電子秤。選擇目標商品。輸入要買嘅單位數量同需要幾多張標籤。點擊打印標籤。成功印出標籤。有效時間與保質期。商品可存放天數同到期時間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零售商品。揾要設有效日期嘅貨品。點擊右邊的檢視圖標。點擊頁籤一般，輸入磅重貨品嘅有效時限。例如設5日，標籤此日期前食用就會係包裝日期加5日。銷售稱重商品。打開 POS。點擊左上角的3橫標誌。點擊設置。點擊模式。在應用模式中選擇 POS。用掃描器或平板電腦掃標籤 QR code 加貨入購物車，或者直接點擊目標商品，輸入單位數量，點擊確認，加入購物車。核對收銀金額同標籤售價係咪一致。點擊支付。點擊確認。交易完成。查看稱重商品的銷售記錄。打開 POS。點擊左上角的3橫標誌。點擊報表。點擊日結報表。喺銷售總覽度可以睇到相關記錄。重量體積與運費關係。貨品運費同重量體積好大關係。想知具體計法請點擊呢條鏈接，物流模塊運費 Playbook。